后来最近有一出这个动画完全无对白，但是才就价一天，就吸引超过66万人来观看。这出就是来自日本的《天竺鼠车车》，台语叫做《猪车仔车》。本地这个动画是要互小朋友看的，但是伊的剧情啦，甲这个猪仔鼠的叫声，互真侪大人感觉真解郁，所以风靡到台湾甲日本。趣味表情集中成地铁救护车解围，当这个汽车拢变做猪仔鼠的时，这个世界敢会较顺利？漫画呸呸，猪车仔车伫日本一个播出度够长，一集敢若2分外钟尔，拢无讲话，节奏真紧，剧情真心性。警察车弄破壁，将歹人抓起来。猪车车是东京电视台每礼拜二伫网络播出的漫画节目，导演建立猪后戏组成4人团队，用羊毛布打造每一只外形甲个性拢无共款的猪仔鼠，叫声就是来自于家己饲的宠物鼠。节目一日推出，唔但囡仔介意尔，这个风格和大人嘛介意。第3集的影片，才搬短一天尔，就66万人找人看过。今日网友嘛发挥创意，做第2摆的创作。唔但好，猪仔鼠变成鬼要挤入内面的无限列车，叫声嘛变成热带风地扑伊的音。警警所粉砖嘛顺这个风潮，趁这个机会宣导交通安全，提醒乡亲上路爱遵守相关的规则。目前这个动画头一季估计有12集要播出，嘛好更较侪人咧期待讲，每礼拜猪车仔车又阁有新款新创意。